見到咁嘅畫面，大家可能會諗，有邊個業主咁唔好彩遇着租客，搞到變垃圾屋呢？事發地點係喺 Korat 嘅一間寺廟，當地行政部門聯同警方以及僧團嘅負責人去寺廟進行毒品檢查。原本只係一次例行行動，點知當工作人員入到住持嘅僧房後，眼前嘅畫面震撼全場嘅人。房裏面堆滿垃圾，有膠袋、雜物、生活用品，仲有大量冇洗嘅碗碟，地上又有食物殘渣同埋腐爛嘅食物，部分已經發出惡臭。根據泰國傳媒報道，現場更發現大量嘅蛆蟲。有參與搜查嘅工作人員表示，現場氣味非常難聞，令人作嘔。隨住搜查繼續進行，工作人員又發現大量嘅酒樽同啤酒罐，數量多到令人難以相信呢個地方竟然係僧人住嘅。除此之外，現場仲發現疑似吸毒嘅用具同多條女性內褲。而警方原本最關注嘅毒品問題，最後亦驗到結果。經檢查後發現，住持、一個僧人同一個俗家弟子尿液檢驗結果均呈陽性反應。另外，調查期間亦發現一粒俗稱亞巴嘅瘋藥。事件曝光之後，引起泰國社會廣泛關注。唔少網民表示，最令人震驚嘅未必係驗出毒品，而係住持嘅居住環境竟然係咁。有人話睇落似係一間長期冇人清理嘅垃圾屋，亦有人感嘆寺廟本來係修行同學習佛法嘅地方，而家接二連三爆出各種負面新聞。據報涉事嘅住持同僧人已被安排還俗，相關人士亦會按照程序接受進一步調查同戒毒治療。至於寺廟方面，已經安排人員清理現場，準備安排新嘅住持接管寺廟嘅事務。近年泰國曾經出現多宗涉及僧人吸毒、酗酒甚至違法犯罪嘅案件，所以政府近年亦加強對全國寺廟嘅巡查同毒品檢測嘅工作。而今次事件之所以引起咁大迴響，除咗因為驗出毒品之外，更因為現場見到嘅情況完全顛覆咗大家對寺廟同僧人生活嘅印象。大家又點睇呢件事呢？我係變態中女，記得訂閱我嘅頻道啊！